我到了呀，我了那开工办了老下来接标，跟那了打个交，挂了朋友带了打个交，我那我婆我搞谁我个毛有还贵了，那了买的来提完呢，马哈的那呢，一节，啊，不要去吃不来，啊，鸡。我了有搞到路里，我他俺爸害了么那，妈个害的呀，这样了吧？因为跟那别了他个叫，那带别了我们国家了，我管了的，俺爸呀，我皮了不然了，贵了他了么那样呢？啊，贵了那里呢，格鲁买的来提娃还套，我他的不提呀，提起不来呀，那我把个鸟鸡。那提那个啦，那给他们来了提娃的那的，不出不啥，那为那不老家咋样呢？我没那个，那为那我了他这个嘛，那不要东西，他们要了啥的么？那完了我把卡他的喂，还是不离破，卡样他的提样呢，这个吧，我没那个家呢咯，那为他不留发多，我就可以，我这个个了。Halo.